人见过。哦，子爵万岁，子爵，我还有话要问你呢。子爵，近来姑娘身体怎么样？晚上咳嗽可好一些了没有啊？咳嗽倒好了些。哎呀，阿弥陀佛。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一年起不来了？这叫做凭借乱流衣啊！子爵，近来妹妹燕窝吃了没有啊？哦，我正要问你，这燕窝是谁请我们的呀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那里了录了一个风声。哦，原来是你说了。我们正在你哟。老太太怎么忽然会想起来，就是每日送一两燕窝来？原来是这样哦。燕窝吃惯了，只要吃上2、3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了。这也多谢你费心。哎呀，子爵，现在天气不好，忽冷忽热的，你身上穿的这样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呢？太爷，从此我们只可说话，不能动手动脚的。1年大2年小，就是看着不尊重。那些文章人在背后都会说你的，你总不留心。为我小的是一往因为，这是我死的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不女失孝。你看她近来原着你还可原不起你。我认识你的气，你的话说得有理，怪不得妹妹常常不理我了。嫁的嫁了，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将来你们渐渐也都不理我了。想到这些，我就伤心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太爷，我在想，那每日1两燕窝，谁这里吃惯了，明年会到自己家里去，哪里有钱吃得起这个？你说谁会到自己家里去啊？你妹妹会住在自己家里去呀？你呀，你在什么话哦？你红嘴怕呀不能你，妹妹是属的人的丈夫亲。老太太连岁娃孙女，千里结归不人归，她离不开小乡关注牵关注。真能去为这故事就像美。太爷，你也可叫亏本了。你以为家父做大人的话，难道是比人做中就不靠吗？你可知衰路千里要归大海，因此终于他去瓦家。等姑娘将来出国时，自然要送她还故乡。心灵的不能再家父死一次。
再去公粮。你这个小丫头，同他讲些什么？是丫头，你与他是聊些什么？我并不管讲什么，做他是句坏话。伯爷，伯爷，你可不能当真的呀，八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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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丫头，你得罪了了一万的过去呗噻。是，伯爷，伯爷，子娟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啊！要走连我没了去。什么一回事？他开玩笑，是林姑娘要为祖子自己家里去。哎呀，我倒是什么事？老太太，林妈妈他们都要靠八一来了。啊，叫林妈妈客堂坐一会吧。不得了，什么？不得了！林家跑过来接林妹妹了，他把她当出去，当出去，当出去！哦，当出去，当出去！是了，林妹妹，平时才不许她进林。以后你们不准提到林子，也不要叫姓林的进来，我听见了没有啊？这些姓林的进来，你们听见了没有？哎呀！你们看，旁边有个人来接林妹妹了，你们看啊！一困人的那边去。来人呐！他把孙要走，他把孙要走，他把孙要走，他把孙要走。宝玉啊，你总该放心了。林